新登发挥的导演李志祥推摆做客家电视连续剧的导演，如日为今年金钟奖戏剧节目导演奖，伊做系导演，还是艺术大学天阳屯电视学内的专业教授，伊系高雄人哦，所以希望继续做出韩国好的作品，也想要来平反南北影视资源的政策。先让你们知道整个现场拍摄的一般的正常程序。同学生嘅详细小记翕片嘅素材，怪外油色片同外做地位按多马街，对单人做戏都搞好，李志强维持尊重独立创作立场，由采学生嘅自家来创作。我觉得他教学生很像是就是在导一部戏，他会给我们空间发挥，然后也会就是指导我们说要往哪个方向走。就是他不会局限我们的那个创作，他会让我们就是可以自由的发挥。而且他也是希望我们可以不断的去提出想法。认真去同了解南部卡某样子资源，不说就算李志强平常伫北部无限定准批翕片，不过对于礼拜6年的考场，今天作为办公未为下去高。那南部长期以来比较缺乏资源，也没有真正有实务经验或是线上的导演愿意下来从事教学的工作。检讨员同告诉李志强讲，找到自家翕片的经验，今日用自家累积到金的经验同按到学生的天数，好本家调成长好习。希望安尼关于的戏剧演出也系制作，为出很多战斗人才。客家新闻陈文玲，高雄报道。